各位亦友好啊，咁咧哇，好耐都冇更新啊，有啲懶散呢排。咁所以今日咧就為大家帶嚟一個卦例，就係卦主係男性，就問佢嘅女朋友月經延遲咗1個月喎。咁佢個女朋友咧唔敢攞驗孕棒 check 啦，亦都唔敢去睇醫生睇係咪婦科嘅問題。咁就起咗個卦就問我哋啦，喺個 group 度就問我哋，到底呢個卦象係咪真係已經大咗肚咧咁樣？卦主咧就喺乙字年丙戌月庚申日辛巳時，就爻出本卦雷火風，變卦天火同人。第一件事咧，我哋就先睇世應，以世應為因果。應爻空亡表示事情嘅結果係唔會發生噶啦。咁所以咧，我哋就可以基本上判斷得到，懷孕呢件事係好大機會咧係流料，唔會發生。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就仔細睇每個單位啦。螣蛇官為不實嘅憂慮，冇意義嘅煩惱。咁佢同孫爻卯戌合喎，咁即係話咧，佢呢個不實冇意義嘅煩惱咧，係嚟自呢一個嘅懷孕啦、子女啦相關嘅事情。咁既然係不實冇意義嘅煩惱，咁即係話卦主係諗得太多啦。然後咧，我哋再仔細睇落去咧，就會發現得到卦主冇開口問，但係佢心入面其他嘅憂慮嘅。卦身在戌，世身在害。卦身就為影響全局嘅因素，卦身所生嘅就叫藏象，卦身所克嘅咧就叫香龜。咁藏象咧喺古代就用嚟表示妻子啦。香龜就用嚟表示丈夫啦，所以男問妻子就睇藏象，女問丈夫睇香龜嘅。喺古時候咧就用嚟表示結婚啦嘅另一半，但係去到現代咧呢個嘅社會風氣啦就開放啲啦，咁好多人都係婚前性行為，咁所以基本上呢個藏象香龜擺喺現代嚟講，只能夠表示最近一段時間。短期內到底有冇同自己嘅伴侶發生過呢個性行為嘅？藏象就不落財爻，表示最近卦主咧就冇同佢嘅女朋友發生性行為。咁喺呢件事上面，我哋又睇得出，既然佢哋冇進行性行為，假設大肚嘅話，咁卦主係咪有另一個憂慮，就係如果佢大肚，咁個小朋友係邊個嘅咧？咁於是乎我哋就可以睇啦。二爻喺鬼谷分爻就為胎，胎空亡就表示佢女朋友係冇受精嘅，咁所以咧可以排除咗接盤俠嘅可能啦。就算佢女朋友喺出面有同第二個男人去進行性行為，我哋都可以判斷得到卦主係冇做便宜老豆，係啦。世身在害，世身咧就係事情嘅關注點。咁我哋睇下呢個事情關注點咧，同佢嘅女朋友之間有咩關係，產生啲咩化學作用啦？亥水兄，克午火財，即係話呢件事嘅關注點咧，係對佢嘅女朋友有所損傷嘅。如果我哋喺病卦嘅角度，亥水兄係臨青龍喎，青龍就表示財色酒氣啦，表示一啲同生命力生殖有關嘅嘢啦。然後佢喺三爻喎。根據鬼谷分爻，三爻可以表示下腹位置嘅嘢。咁一個同下腹有關嘅財色酒氣、生殖有關嘅疾病，咁即係話係婦科病啦。仲有一點啦，就係呢個係一個有發動嘅卦，有動爻嘅卦。細爻同埋螣蛇官都發動，而且變返自己。呢個情況咧就叫做伏吟。伏吟有咩問題咧？就係件事嘅發展就係冇進展，件事嘅變化就係冇變化。而且細爻同螣蛇官係臨日月嘅，逢係臨四夕嘅爻咧，佢哋都係層次最高。喺旺衰嚟講咧，層次最高，冇其他爻可以傷得到佢哋啊。咁所以導致咧呢個問題會比較難解決。會持續困擾住卦主同卦主嘅女朋友噶啦，結果咧對方就反饋翻咧，就話係啱嘅，咁但係啱喺邊度，啱幾多咧，佢就冇講清楚啦。大致上就係咁啦，今次就去到呢度先。
如果中意我呢條片，請俾個 like、開心 share 同埋喺下面留 comment 討論嘅。未 follow 嘅就麻煩 follow 翻，順便撳個小鈴鐺，咁就可以每次出片第一時間有通知啦。多謝各位。